大家好啊，又係我 Henry 啊。今集咧就同大家示範一下點樣整一個熱能戰斧出嚟嘅效果表現，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啊？大家放心，其實呢個效果係好簡單嘅啫，慢慢試就得噶啦。咁首先第一步咧就用翻白色做底。其實咧用白色嘅原意咧就係希望下一層嘅噴紅色出嚟嘅效果會更加鮮豔，唔會太過暗沉。不過大家要留意，我淨係將斧頭鋒利嘅位置噴白色就得噶啦，其他嘅位置咧就唔使噴太白，太過實淨，先可以做出唔同深淺嘅漸變效果。咁樣嗰個熱能感覺咧就先至會更加立體嘅。咁而家就做第二層，就輪到紅色嘅上場啦。紅色今次咧我就揀咗赤光紅呢隻顏色，因為比較實淨啲啊，同埋夠晒鮮豔啊。不過大家要記住，我哋刻意咧就留翻個斧頭個尾部嘅位置，唔好噴到太過實嘅紅色，留翻少少空白或者係淺色嘅位置啦。咁樣出嚟個效果咧就唔會話成隻都好單調嘅紅色。而家我哋要做翻一個斧頭嘅印位啊，咁我哋再要噴多一陣嘅白色，唔係愛嚟做表面嘅效果嘅，一樣係打底，為咗下一層嘅噴黃色而做準備嘅。直接噴黃色喺紅色上面嘅話，個黃色咧會好暗淡嘅，出唔到明亮嘅效果嘅。所以咧呢一個步驟咧就一定要做啦，唔可以偷懶。等白色乾透咗之後咧，就可以噴翻隻黃色上去啦。噴完黃色之後，其實個效果已經係做好晒噶啦，但係咧仲未夠突出。咁我哋可以喺上面嗰層咧再噴翻一隻熒光紅上去。噴完熒光紅之後，整體個斧頭個顏色就好似一啲發光嘅效果，好似喺裏邊燃燒緊咁樣嘅效果噶啦。咁效果咧就會比較突出啲。斧頭刀刃嗰方面咧已經完成咗啦，最後就做翻個手柄嘅位置。好多朋友咧都會用遮蓋膠紙遮住佢再噴過啦，咁我就嫌幾麻煩嘅，咁我就直接用手油啦，咁會較為方便啲啦，直接油咁就得噶啦。咁手塗嘅話咧就方便好多啦，亦都唔需要浪費太多時間去黐膠紙啦，一舉兩得。咁今集熱能戰斧嘅效果示範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其實就真係好簡單嘅啫，只係記住每一層打底嘅用意，留翻少少嘅細節，做翻個層次咁就得噶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嘅手工嘅小技巧啊，拜拜。